魏征，太子有请。这位前太子宫中的贤马，曾强烈建议李建成先下手为强，除掉对他威胁极大的秦王李世民。如今形势巨变，失去了救主的魏征将会走向何处呢？开饭喽！魏征本出身于官僚家庭，但幼丧双亲，孤苦无依，便出家做了道士。道观倒是在隋末乱世中给了魏征一个安穩的環境，得以通读各类书籍，自学而成博取众家之长的杂家。胸怀大志的魏征尤其关注经世治国之道，精于纵横之术的他開始在江湖上走動，逐漸小有名聲，步入官場。隋煬帝的暴政引發天下大亂，隋末起義在全國各地爆發。魏征隨戰亂與形勢的變化，不斷輾轉於各股起義力量之間。從李密領導的瓦崗寨，到李淵帶領的李氏家族，再到竇建德領導的河北起義軍，常常得讚賞，從未被重用。魏征陷入了懷才不遇的苦悶之中，直到竇建德被李世民生擒，魏征再次歸附李氏，輔佐李淵的長子李建成。